伊朗第三大城伊斯法罕透早爆炸，有美国官员讲是以色列做的。伊朗讲有炸到无人机，无发现飞弹。印尼洛阳火山已经曝光过2届，惊火山放气引起大海中撤离9万人，机场嘛关起。真济未成年人去互用 AI 做假的肉体相片，迄阵美国是按算立法，互受害者会当提起民事诉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中东局势。伊朗的第三大城，嘛是一个核子研究的重要城市伊斯法罕，透早是发生爆炸。有美国的官员就讲，这是以色列发动的攻击，目的就是要报复顶礼拜伊朗间空袭。也若是当事国家伊朗是讲，因有炸到几两架无人机，毋过是无发现飞弹写过。毋过目前以色列迄边是无出面承认。伊朗中部都市伊斯法罕19透早伫机场甲空军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音。外媒引用美国官员的消息指出，这个攻击是以色列为反击伊朗顶礼拜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超过300粒飞弹。伊斯法罕是伊朗第三大城，部署空军基地甲真济项军事设施，也是重要核子研究重点。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讲法，伊斯法罕所有核子设施拢无受损，当地目前进行农场安全。فضای اصفهان رو می‌بینید که کاملا شهر در امنیت و آرامش هست، مردم دارن زندگی عادی خودشون انجام میدن. حداقل توی منطقه که ما هستیم نه جای خورد نه جای آسیب دید هیچ. 这伊朗科技军官表示，爆炸声音是可疑物件，确动防空系统有3架无人机被拍落，暗过无收到任何空袭回报，进行飞行追踪网站。Flight Radar 显示，几啊只往伊朗领空附近航班转移方向，暗过伊朗当局讲，往来当地机场的航班即马已经恢复正常。A lot to be clarified, but it does appear that this was a limited strike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that Israel has the ability to attack inside Iran and hit fairly sensitive targets. 专家认为，为当地媒体报道应知影，伊朗当局想要淡化这一摆攻击，不过国际油价甲黄金价格依然拢起价。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捌伫18告知美国，计划伫未来74到48点钟内对伊朗进行报复。美国国防部煞无回复，以色列到即马也无出面承认攻击。有以色列退伍将领是讲，这代志只是象征性攻击，未予伊朗进行强烈回应。公司新闻杨间编译。联合国安理会将针对敢要互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的提案来投票。巴勒斯坦其实2011年的时阵就已经提出申请啊，2012年正做观察员。不过因为因的局势无稳定，佮甲以色列对价等等的原因，所以讲到当也无法度加入。将10月理事国的投票是有2国弃权，12国赞成，1国否决。不过当否决的这国是美国。按照安理会规定，只要任何常任理事国否决提案都袂过。美国副大使伍德就表示，因毋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是毋望讲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两边爱先家己讲好好势，后续才会当继续跳。联合国安理会特别召开会议，针对有大会成员国提出决议草案，接受巴勒斯坦加做联合国的会员国进行投票。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12 votes in favour, 1 vote against, 2 abstentions.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adopted owing to the negative vote of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uncil. 包括日本、法国有12个国家投票支持，英国和瑞士弃权，也毋过美国动用否决权，用反对票阻止巴勒斯坦加做正式联合国会员国。巴勒斯坦为2011年开始推动加做联合国正式成员，在2010年摕到观察员的地位。对美国第18用1票否决的结果，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真实真激动，表示这袂动摇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心甲努力。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嘛发出声明，谴责美国无公平、无道德、甲无合理。而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代表伍德嘛说明，现在会投反对票。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rongly support a two-state solution. This vote does not reflect opposition to Palestinian statehood, but instead i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it will only come from direc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另一方面，以哈冲突爆发已经超过半冬，超过3万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路透社的巴勒斯坦摄影师沙列姆披露一张被听的巴勒斯坦妇女甲受到飞弹袭击无命的5岁查孙遗体冒暗暗的相片，互人看甲心酸酸。这张相片嘛得到2024年世界新闻摄影奖。 And I think what really talks about it is the fact that it's so universal, so respectful, so it embodies in one image all the suffering of the Gaza-Israel war, but also of any other conflict. 迄个这张相片时间在冲突爆发了后的第10天，评审团认为这张相片结合关怀甲尊重，嘛互人看到就真歹放袂记。各位相片内底隐约传达这款冲突，互人感觉恐怖甲无力感。这个参赛作品有61000多张相片，除了这张作品得奖，如果阁已经另外3张得奖的作品。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自从以哈起冲突，加沙的百姓受到苦难了后，国际挺巴勒斯坦的声音就愈来愈强。亲像美国迄边，都真侪大学拢有反战示威。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昨日就有学生大爆棚抗议。不过，因的学校是态度大甲真硬，请警方掠900人，佮放掉要甲因退学。另外，加州的南加大是取消穆斯林学生代表的毕业致辞，这就引起游行抗争。 纽约17大批高大学生模仿几10年前反越战的抗争模式，在校方草坡顶露营就地抗议，表达对加沙人民的支持。以后战争超过6个月，踮喺加沙有3万多人死亡。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嘛传到美国的校园内。伫高大校长要去各区说明学校安怎应用反犹太主义的时阵，学生发动更加大规模的抗争。校方说讲活动无经过批准，授权警方来清场。 当警察咧抓学生的时阵，在场的学生拢真愤慨，从哈佛大学的教授迈来现场赞声。That I stand here in solidarity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Because we are in solidarity with human suffering. 不过校态度强硬，甚至讲要甲违反规定参加示威学生来退学处分。 目前已经有3个人收到相关的通知。刚时阵，西方的南加大校园嘛有真侪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抗议校取消穆斯林学生代表阿苏纳毕业典礼致辞。阿苏纳是南医的身为医学工程系毕业生，伊伫上百个学生内底出调，要伫后个月毕业典礼致辞。啊，不过校说伫暂时取消伊的演讲。 原因是因为学校的安全考虑，不过这款的讲法，若无法度说服阿苏纳本人，连按以色列来的学生嘛无认同。Especially as an Israeli Jewish person, I feel that it is absolutely crucial for me to stand with my Muslim friends and peer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being accused of anti-Semitism simply for criticizing my government that is currently committing genocide. 学生出声抗议，要求校爱改变计划，和阿苏纳照原计划致辞，因为以下战争一直咧滚价，相关的争议恐惊短期内无法度煞过。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换来关心咱台湾的航空安全。中国民航局是雄雄宣布，讲要启用2条航路接 M503，一条是对福州起飞的 W122，另外一条是对厦门起飞的 W123。这2条拢是要互因会当对西平向东平飞行，也就是对中国方向逼挖咱的海峡中线，压缩着咱的航空反应时间。而且咱会当看到讲，咱的离岛马祖甲金门离这2条航路拢真接近，所以也防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咱的国内线。咱的民航局就抗议讲，咱的飞行安全去受到影响，呼吁中国就要赶紧协商。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中国的这2条航线拢是经过国际民航组织允准的，恐惊是真歹改变。
中国民航局伫官网公告，即马开始启用 M503航线 W122、W123 焊接线优先向东运作，搁有过5月10日福州登陆机场进机场空域会进一步优化调整。搁表示，即摆优化福建地区空域，对东南沿海地区航空运输发展需求有利，减少延误，对两岸拢有利。台湾民航局回应，这个措施严重影响咱的空域飞行安全，对中国无经过协商多方面措施，搁表达严正的抗议，破坏了我们2015年以来这个达成的就关于航线的这个共识，而且呢也造成了这个区域不稳定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呢予以严重的这个谴责。我们也希望中国呢能够收回这样的一个做法。W122航路往马祖长短空域边界南平 ，W123往金门长短空域。民航局要求所属航管单位掌握航班状况，若航空器接近咱的空域，马上向中国航管单位强烈要求将这个航空器带离开，确保金门马祖航路民用航空器运作安全。经过一技术分析，中国第2次开始宣布改路线，迄时阵，咱的民航局就表达严正抗议。咱的军方也捌评估对各项空域有影响，毋过拢在中国上海情报区内底，恐吓无法度改变既定事实。无论空防上，我们应该把中共这一方面，你不要让他逾越海峡中线嘛。你让他海峡中线过来的话，你的应变时间只有3分钟到5分钟而已。可能会些许影响到的，应该是金门附近的，就是金门上义机场附近的一些航班。但是因为它空程上面也有一些间隔哈，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影响，但是影响的这个范围应该是不至于太严重。航空学者黄泰林分析，中国已经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请该航路得到许可。咱的民航安全部分除了飞安全助力加强对相关飞行公告以外，恐惊也无法度改变这个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灾消息，伊朗东南部这几天是咧落大雨，溪水溢出溪岸做大水，有几落千人有路无厝。也若是一年洛阳火山，即暂时已经喷发几落解。150年前，这座火山喷发的时阵放弃，甚至是引起大海中，造成400个人死亡。所以讲，当局为了要保护当地民众，是已经撤离9万人，嘛甲机场关起来。救援人员把塑胶弹出去，要抢救淹伫水内底的民众。这条直直涨水的溪港，真紧就把桥梁淹伫水内底。伊朗东南地区10月落大雨做大水，路和田拢淹入水里，房舍和基础设施拢损害，估计有几若千人无厝通住，民众拢哀爸叫母。同款危急的，还有印尼北部的火山爆炸，伫北苏拉威西省外海岛屿的洛阳火山，昨日开始爆发5摆，火山雾直接冲到2万外公尺的天顶。红公共的岩浆流出来时，阁有4人。当局优先火山崩塌引起海啸，扩大疏开11000人，各封锁火山4围6公里内区域。同时阵嘛，考虑到火山雾可能会影响飞安，北苏拉威西省首府曼阿诺市的国际机场嘛暂时关掉，影响30几架班机3000几个旅客。Terus terang saya kecewa lah dengan airport atau maskapai tidak ada pemberitahuan 1x24 jam atau sebelum dari semalam pas bencana itu harusnya udah ada pemberitahuan. Nah, masalahnya saya dari Kota Mobagu ke Manado itu 4 jam loh. 洛阳火山顶一届伫171年爆发的时阵，大概有400人死伫所引起的海啸。这届当局当然爱真注意，目前正在关心火山的动态。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东非的庆阿总是有军用直升机载落着火烧，这飞机顶13个人，计共有11个人死亡。这当中也包含国防军的总长在内嘛罹难。这上界喊过的是，这已经是庆阿1年来设的第5架军用直升机。伫非洲东部的肯亚，一台军用直升机伫当地时间18下晡2点外，伫起飞了无偌久，就落伫首都奈洛比西北边大约400公里处的偏远地区，军机一下就大火烧，包括肯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在内，拢总11个人死亡，另外有2个士兵活倒来，目前当伫病院接受治疗。Our motherland has lost one of her most valiant generals. We have also lost gallant officers, servicemen and women.
肯亚总统鲁托表示讲，二男者的遗体已经运转去奈洛比，伊嘛宣布对19开始全国挨倒3天，肯亚和肯亚驻外国的使馆是降半旗，因为当地常常有土匪伫咧乱惹代志。今年61岁的总长奥古拉才会过去视察。肯亚国防部讲，奥古拉是伫1984年加入国防军，除了伫肯亚接受培训，嘛要伫美国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Our mission as the Kenya Defence Forces is unequivocally clear. We stand as the guardians of our nation's sovereignty. 当地媒体报道，肯亚军方的飞行机是真旧，而且无合法维护。这已经是肯亚国内这1年来发生的第5件军用直升机摔落来的事件。发生空难了后，肯亚的总统随召开紧急安全会议，由空军派人去摔直升机的现场，调查失事的原因。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南美首都哥本哈根有400年历史的古建馆交易所，一礼拜二就火烧。这规空建筑物拢已经强要烧了，这上有代表性的尖塔嘛已经倒去。因为这栋古建筑迄当阵是长咧施工，这4颗泥啊拢有大铁架，所以讲消防要拍火就真困难。哥本哈根古建馆交易所大火第2天，现场依然有乌烟冲出来，大片的建筑外壁崩落，好彩无人受伤。紧急救援服务单位指出，火是在了透早为古建馆交易所黄铜厝顶扑出来，烧到整座的建筑本体。消防队出动100多人赶到现场拍火，因为这栋古建筑为要到位的400周年庆祝活动在进行维修工程，四周围拢是厝架加上同齐厝顶。消防喷的水较袂摄入去，拢互消防工作增加难度。火灾了后的第3天，消防队依然伫火场咧拍火。Unfortunately, the wall collapsed. So this historic wall collapsed towards the canal. So nearly 50% of the walls in the fire-damaged building has collapsed. So within the last half hour. 伫南美国会甲建会隔壁，起伫17世纪，荷兰文艺复兴风格古建交所以40甜美54公尺螺旋尖塔出名，是观光客一门打卡地标之一。伫1970年进前，这是南美建交所，目前是互南美商会来使用，内底搁放几百件历史悠久的艺术品甲文物。火警一发生，南美商会工作人员除了进行人员的撤离以外，上重大任务就是将馆内艺术品搬到外口。商会执行长、消防人员都连过路市民，拢出手斗3工。南美国立博物馆也出动25个专家去现场检查文物的状态。对当地居民来讲，这场火的严重性，因讲是因甲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差无同齐。目前导火原因还搁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奥运体操代表队的前队医性侵100外选手，2018年的时阵去互判关175年。因为迄当阵美国 FBI 其实有接到通报，煞无认真处理，就害搁较侪运动员受害。即阵就有100外的受害者走去过 FBI， 但司法部嘛已经同意赔美金1亿，大概是代表32亿外，甲受害者和解。针对美国奥运体操的代表队前队医纳瑟性虐待、性侵加性骚扰案件的法律索赔，美国司法部伫咧17同意付1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32亿5千万，加100位和纳瑟性虐待运动员和解。And I'm especially sorry that there were people at the FBI who had their own chance to stop this monster back in 2015 and failed. And that is inexcusable. It never should have happened, and we're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make sure it never happens again. 这件案件所赔的人包括拜尔斯、瑞斯曼等美国精英体操运动员，因伫2019年热天第一遍向联邦调查局 FBI 提交个人遭到纳瑟侵犯的举报。司法部表示 ，FBI 伫咧处理体操选手的投诉时阵出现真侪失误，造成无采取行动，降低纳瑟继续治疗选手可能产生的风险。I cringe to think that your influence remains in the policies that are supposed to keep athletes safe. 伫咧美国体操协会向 FBI 举报了，纳瑟继续看诊15个月，一直到2016年秋天才被逮捕。2018年年初，因为性虐待加儿童色情的指控，被判175年。纳瑟被抓去关了，2023年7月，伫咧监内面，和其他犯人提10刀上边治疗。
其实第一遍对纳粹举报已经超过30档。伫咧过去这30年来，包括美国体操协会、纳粹任职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拢一直甲这件建造台压来。密西根州立大学2018年同期赔偿5亿美金，美国体操协会甲美国奥会2021年同期赔偿3.8亿美金，互这件性虐待案件赔偿的总金额要到10亿。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AI 人工智慧引起真侪犯罪问题，有真侪未成年人去放用因的面容做假的肉体相片。不过，因为 AI 这款新科技目前也无法律通管，受害者就有苦无低头。时阵美国国会就按算要推动法案，让受害者会当提起民事诉讼。14个美国查某囡马年进前，互查甫同学偷翕面的相片了，用人工智慧 AI 软体夹入去色情图顶面。I was in shock. I started to feel a little sad, but that's when I went outside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when I saw a group of boys kind of mocking a group of girls that were laughing about it. 去年10月，校校通知伊讲，网络有伊的假册形象，才知影家己变做受害者。啊，那犯错的同学，敢若用停课2天。We checked if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was illegal, and it was not. It was legal. 虽然马尼的老母提出申诉，不过即摆美国联邦法律并无禁止 AI 的侵权功能。申诉真紧让驳回，马尼按处理去找当地议员，要求因爱立法禁止侵权色情内容。另外一个受害者是直接对于犯罪的人提起精神赔偿诉讼。美国的青少女即摆变做侵权色情内容的受害目标，嘛是侵权技术受害者的假信息专家李娜讲。侵权色情内容已经占所有侵权影片总数的98%，而且拢是针对女性。这寡侵权内容哪会愈来愈普遍？原因就是因为加害者所使用的程式毋但真好睇到，而且伊的介绍佫真俗。This technology has become entirely democratized now, and it's being deployed not only against celebrities like Taylor Swift or public figures like me, it's being deployed against ordinary people, moms, young women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whose classmates are making these images of them. 联合国政策专家嘛指出讲，侵权色情内容当咧全世界窜起，要哪避免女性变做受害者，已经是重要的议题。美国国会即马当咧推动反恐法案，若是法案通过，未来所谓伪造的受害者会当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对因提出民事诉讼。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我来关注间谍行动。波兰是抓到一个协助罗西亚要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间谍。也若是德国迄边是抓到2个间谍要攻击美国的军事设施，目的就是要破坏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德国的检察官18日宣布，伫咧德国逮捕2位德国籍俄罗斯人士，其中一个人被指控对包括美国军事设施在内等目标，用炸药或者是放火发动攻击，目的是要破坏对乌克兰的援助。Insbesondere auf militärisch genutzte Infrastruktur und Industriestandorte. Beschuldigten, der ebenfalls festgenommen worden ist. Und der erstgenannte Festgenommene hat dann nach unserer Erkenntnis diese Informationen, die die beiden gesammelt haben, an eine Person weitergereicht. Denn nach unseren Erkenntnissen hat er zwischen 2014 und 2016 in der Ostukraine für die sogenannte Volksrepublik Donetsk gekämpft. 对此，德国调解俄罗斯大使在进前克里姆林宫表示无相关资讯。因那在波兰时逮捕一位波兰籍的男子，伊涉嫌替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做间谍，参加这回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波兰东南部瓦郡乌克兰边境一座由美军控制，而且和泽伦斯基会当出入的机场的安全资讯交予俄罗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